欢迎收看台湾商界，我是阿明张伟明。咱台湾话有咧讲啦，民以食为天。咱今日要商界，这位咱讲是稻啊种植的这个职人，少年stra已经得到农业大奖的这个肯定。咱知影2019年哦，农委会颁予伊这是永续神农奖。咱嘛讲到2021年，伊是全国模范农民吼，伊是啥呢？伊是林兆阳吼。咱讲本城是苗栗南庄改出名种产3代的这个世家啦吼。林兆阳接班了后，搁来到中部挖进这个罗水溪二水乡啦吼。咱讲这个土壤是乌土，有影真肥地啦吼。咱嘛讲到过去是大家的农民拢惯使用着咱讲的惯性农法吼，但是这个农法对咱的土地有够伤重哈，有够酸长哈。啊，伊咧亲身用一区田哦来示范讲安怎较优先、安怎较安全这方式，免拄着讲过济化学药剂啦吼，用科学的管理来得到生产的这个收益。即阵已经超过了100户的农家做伙来参与，咱要送伊一句话：调基世家食为天，阳光出自日月青。今日台湾商界要带你来看伊的故事。苗栗县三湾乡有一间伫大路边的柑仔店，无啥响目。行入去，才会发现内底卖物件爱啥有啥。卖杂货只是这间店兼的副业。这间店上界主要是一间专业的下米厂。这正是农委会第32届全国模范农民林兆阳的祖厝。我阿公开始第1代，阮爸爸第2代，我是第3代。真正发展是伫我退伍开始，他准备回来接那个家传的这个碾米事业。林兆阳因兜经营下米厂的事业重信用，这是阿祖交代予世世一定要有的坚持。林兆阳的阿祖是汉医，认为米饭是咱台湾人逐工拢会食到的食食，所以一定要提供好米，互人食落安心。林兆阳为着要增加种植的面积，甲事业的版图拓展到中华的二水。这条鸟车加的，哦，对。啊，有鸟车恁敢会偷，还是？无法度，袂当偷。是安那？要维持产地的生态啊。二水乡的土壤是肥底的乌土，阴产的水，阁是食有丰富有机质的罗水溪水。这互林兆阳认定是开发稻米事业的宝地。5年前，伊甲台农82号米引进当地，招当地农民同齐生产，嘛要求一定要用优先种植的方式来种。林兆阳个性较土直，拄到二水的时，并无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。伊嘛毋是交甲地方政治人物搬烂交陪个性，是一直到拄到产销班的班长，才豆豆啊融入在地。讲了有投机啦，落饲啊，但是咧饲的这段时间，两个嘛捌大细声过啦。系啊，嘛捌系，还是讲拢为着农民好的啦。头家出发点是为着农民好，讲啊这生意啊先肥了，恁也无要补啦。即马客族的产区已经延到南投的民间德山，有要挖100个农民加入。因为毋是世界竞争，所以因种出来米市占率无到1%。透过自头到尾拢家己发落的方式，对培育黄啊、野黄啊、种植到收成，辅导农民减野肥、减用农药。伊阁亲身示范种红看，证明无农药嘛会用个种出阁水阁好的米。互用过惯性野肥、除农药的农民时代，会当稳稳啊调整做法，改变观念。拢袂使下超过肥啊！你要像较早以前，你若讲下超过肥，吼下超过肥，稻啊就比较讲毋着倒去，吼啊收量嘛是歹。坚持做对的代志，讲对的话，林兆阳嘛捌感觉真艰难。也毋过改变时代种产的方式，过程中嘛吸引真侪少年农民加入。互规个客族产销班无亲像其他的农村共款，敢若剩老人在种，这
有老农有青农，大家做伙打拼。头家伊的个性就较古毛啦，就是要伊的米的品质还够好，所以销路才会好。伊就是有坚持伫遐啦。既然做了，你要往前走啊，你不能退啊。对。你退下来要怎么办？我当然是希望说做好一点，慢慢的做好一点，比较踏实一点做。当当时后生选择离开故乡，林兆英的妈妈一开始嘛有淡薄烦恼。杨过即马，林兆英唔拿去工厂，甚至阁有调顶摕到真侪奖项。向妈妈甲农民证明讲，家己唔那是趁钱的米商尔，而且阁会使用行动来爱土地，互咱台湾的稻米产业会当行久长的路。调基世家实为天，阳光出自日月星。今日吼，咱真正欢迎咱的董事长吼来到咱节目现场。董事长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哇，有影咱讲到摕2摆奖呢，非常的无简单，尤其是全国模范农民吼。咱嘛讲到这个永续，咱讲善农奖吼，真正咱讲这是普罗顶级的啦吼，全国会当摕到这个奖，得到的感想是安怎？这是大家农民做伙拍拼的成果啦。是。因为咱这边落水溪这边是真好的土壤，真好的水质，会使用上简单的栽培方式来种水稻。所以讲，咱就甲农民惯性农法的观念改变 ，OK， 回归自然，然后让这一边的水稻品质是可以媲美日本米的那个食味质跟口感。有影吼，咱讲吼，这个咱讲普罗，也是讲这个趴数都要甲展现出来吼，要甲日本同级的然后同普罗的吼。咱嘛讲到，你头拄也讲到是二水呢，但是你的故乡本正是咧苗栗三湾，你是客人是不是啊？是，我是三湾纯客家人。纯客家人啦吼。来到咱讲吼，伫咧三湾遮来到这个二水遮，其实嘛要经过着这适应。虽然你头拄感谢所有的农民，但是咱头拄影片内底有看到讲，迄个班长嘛讲吼。过去嘛是小可冤家吼，为着农事爱做一个坚持安尼是。因为伊的习惯已经无好改变啦，因为时大人讲的，咱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，安尼爱改变真正无简单。是，所以讲一定会有冲突。但是我这边是非常坚持，这是对的。OK。因为农业本来就要回归自然，回归跟那个生态是一个共处、一个平衡的一个概念，才能长出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一个果实。有影啦吼，真正爱坚持落去啦。尤其咱讲吼，找到这落水溪遮，咱讲乌土，真正互你变成米的这个金啦吼，米金啦吼。咱讲吼，全台湾安尼找，你就咱讲伫咧苗栗三湾遮，来到这个二水遮，其实你全台湾嘛走透透。为什么找遮？因为这边的特色是有水是上大的那个关键，对，咱落水伫合欢山、玉山山脉这样下来，经过百叶园区，然后那个水它的含沙量是非常高的，然后那个沙质、那个养分是天然的，我们讲的土壤是透过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水带进来的沙质，然后慢慢沉积，一起上天然，对。听讲你嘛走过，咱讲吼台东这个关山遮啦吼，拢有走过，拢有去参观啦，考察啦。有影。不过伊边已经做甲真好啊。你就讲，台湾唯一遮尔好的水质的所在，做是真好的一个所在，应该爱来这边来发展。二水遮，迄当阵安尼看起来，也无啥开发到真大的这个部分吼，你家己上大化、上规模化啦吼。咱等下当好好过来看讲真有路的这个部分啊。头拄咱嘛讲到，自苗栗来到这个咱讲吼这个二水这个所在，其实适应上吼，真正爱有一寡调整一下吼。去到遐已经差不多8冬的这个时间吼。第8冬啊。第8冬啊，内底的这个辛苦一定嘛是有的吧？沟通啦，理念啦，然后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啦。因为这是大家
这是大家共识啦。一个共识对无？就是讲吼，咱头拄有讲到，惯性农法已经用作习惯了哈。农药一转来，我的产量我都袂去互糖食，有诶无诶等等，拢会当解决。但是咱就是为着即块土地好啦，尤其咱讲买科技化即个咱讲管理的即个方式等等，所以咱看到讲真正透过沟通的方式，无若是沟通无顺利，我归去我亲身落去做，种一区田互因看啦吼，安怎种咧？咱就找一块示范田来做一个标准，互大家看。因为农民大部分拢是用惯性的思维，是，伊就是爱报产的时阵，就是爱较大模。大模的原因是因为有金玻璃、福寿螺啊，福寿螺吼，伊食咱的这个稻啊，是，所以伊就会较大模。咱这边就是改变，咱就是一模4支幼苗，我们的水稻幼苗，然后伊的分基，一袋分基、2袋分基、3袋分基，差不多一丛会27支、30支。是。啊，个第2步是加重聚以我开，互伊土壤内底根部吸收会较巴甜咧，养分会较充足。是。啊，个通风嘛会较好。安尼白虫害就会降低。所以说足侪农民应该听入去吼。这是咱讲全国模范农民咧教你教吼。咱讲吼真正，这农药会当用较少，用着咱讲透过吼较冷的这个方式，咱产量嘛会当达成，咱的这个虫害嘛会当来降低。哇！个肥料嘛会较省，嘛会当较省。因为你的基本条件好啊，伊的生长较顺畅。OK。伊的稻丛会较健康，较勇健。伊自然病虫害来就少，伊就较有抵抗力。因为这个大自然病虫害本来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生态平衡，是，这无法度改变的。就是一定嘛是要有糖啦吼，啊是咱讲吼，嘛是有食糖的这个鸟啊啦吼，来甲这个咱讲生态甲谈好起来，所以糖嘛袂当完全那个消灭吼，这是恁讲的这个 IPM 对不？IPM 其实是有害作物的综合健康管理。真正的目的，我们讲的台湾目前最流行的是，人拢讲有机农业，个惯性农业。是。IPM 就是介于有机加惯性中，上对环境、对人是，对生态平衡，拢是上好的一个方法。OK， 就是讲伊不暂时啊，嘛是爱也一寡这个咱讲化学肥料好，还是讲这农药，但是补充啦吼，是补充啦，因为爱维持咱讲的效益，农人种田是维持它的一个收益的平衡。所以说，怎么样去跟这个大环境、这个生态、这个我们要收成的一个作物，达到一个平衡。所以讲，这是上好的方法。是。不过这就是爱从源头开始爱改变。OK。比如说，咱这边的品种，就是本身伫研究单位伊育成的品种，本身就有抗病虫害。OK。这是上重要的。是。这是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基因，也基因好，然后再辅助它在那个稻田里面的一个改变一个种植方式，就会使达到真正优胜的环境啦吼。真正咱讲基因非常的重要，咱头拄有小可讲到苗栗三湾恁3代人拢是种做的啦吼。其实搁较阿祖迄代是做汉医的咧，其实汉医嘛是要追求一个咱讲上天然、上自然的吼。阿公阿祖迄当阵都传到你遮来，对阿祖的记忆吼可能较少啦吼，但是阿公阿爸哇，咱讲就3代拢是自米甲开始做起啦吼，因的影响对你嘛讲吼，到即阵拢真深是安尼。是。伫细汉阿公啊、阿爸啊拢有讲啊，咱爱加食饭，食饭才有气力。是啊。这是真重要的，咱人的元气才会充足。其实食饭是对人足重要的代志，所以我就传承阮爸爸，从我阿公、阮爸爸到我家是第3代。是。
我就是秉持一个诚实的理念，就是爱甲米是大家人爱食的主食，是，这饭是足重要的，所以讲我就安尼，伫细汉，我国中的时阵就开始有咧破产，帮忙了，哦，对，就这样子一直承袭这个家里面的事业，是，安尼，咱讲吼，这个妈妈。真正看你吼，住这个庙里，过去甲咱讲二水家，其实小可唔甘是吗？足唔甘的啦，足唔甘哦。对，因为伫细汉到大汉，我就是做兵的时阵，才有离开阮兜啦。是。过来就是一直都在妈妈、爸爸的身边啦。对啊，所以伊会唔甘啦，伊会想讲遐远，啊，过我伫二水迄边，佫无识人。是。安尼伊的父母亲，天下父母亲拢会较烦恼。哦，有影啦吼，所以咱头拄嘛看到这个影片内底，恁的这个干妈店内底，妈妈也是用叠算盘的这个方式啦吼，真正真朴实的这个客人吼，真正妈妈对你疼痛，但是伊看到讲，哇，这个我的后生嘛，真正无简单。2019年、2021年，真正甲过去3代的这个业绩，吼，伫我的这个后生的这个身上。佫较加发扬光大啦吼，尤其咱头拄也讲到，你的这个农法即推行落去，其实吼无烦农民是咧带动的这个作用吼。你感觉你的带动的习惯会引起到咱讲台湾小可安怎的这农业革命？因为大家爱咱讲的返璞归真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农业就是爱滋养我们人。所以我们要把环境加整个生物，然后整个作物做一个平衡，所以我们才会选一个这个对作物成长最有利的一个山区来发展。有影，对。所以咱看到讲吼，其实二水啦吼，真正是千山万水，全台湾行透透进来食。虽然吼，这个妈妈。烦恼啦吼，但是买手嘛看到讲，哇，阮囝真正有出脱，会当伫遮甲这个过去3代这个业绩，搁一届来呈现吼，这个二水，尤其咱头拄也讲到100外户已经甲苦我来啊。虽然吼一开始啊有一寡这个沟通上的吼，这个有较重大这个部分啊去冤家啦，但是拢是对一寡农事上一寡这个坚持啊，但是你的坚持，互人搁较看会入去啦吼。但是咱即阵要来讲吼，其实毋是干那有这个科技化这个想法。其实成本嘛要好好啊投入落去，听讲是一来一去啦吼。先做来看，那这个我们的微气象站啦，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它的那一个风速、风量，然后风向，还有我们的大气的温度、湿度，最重要的是还有它的降雨量，这个地方也会做一个收集。解说是原产区的智慧化设备，让农民理解对风速到10度，安怎用科学的方式来监控。林调营招农民加入优先种植了后，佫会继续提供种菜的过程中要决策的时，会使参考什么，来确保每一个参与者唔但会当减少使用肥料，收成的稻米嘛会当下客族的标准。老一辈看伊蓄水，看伊当时来补肥。阮拢无经验的话，要买迄是较无可能，甲伊的标准到，互阮较留着伊的公司要爱的标准，互阮较会当去欠啥物，阮来爱随后一遍下肥时阵爱补啥物较济，啥物较少，啊，饮水的量爱较济还是较少，农民甲刮落来稻仔。交去互林调营的下米抢了后壁的工课也真济，会先用自动化设备，确保这稻仔拢有把水。车嘛拢机内化，拢爱自动化，工厂内底拢安尼啦。是啊，系啊。咱是用日本上高级的加米机来打造这一个碾米厂，而且咱这边是用3控数白铁的流程来做加米的流程。不过较重要的是，咱才有电脑，每粒米拢是有电脑定过的，都是粒粒饱满，要给消费者最
安心、最卫生的一个稻米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加工流程是很严谨的。为了把关米的品质，伫大板公铺农药残留即时快筛技术制出来的时，林调英就随摕来用。利用这项检测的技术，快速体检出农药的残留量，10分钟内就知影结果。除了让消费者会当食落安心，嘛帮助农民知影家己生产的农作物敢有验出农药，继续鼓励农民甲自然共生。找对土地甲生态之间上好、上平衡的种产方式。林调英嘛甲学校合作，对校园开始推广，伊和伊的母校合作。斗阵加强生产力零软体的应用，让消费者透过简单的手机扫描，就知影食的农产品是对倒位来的。市场教育甲生产力这两项物件吼，是互咱大家吼有一个更较安全、更较方便的方法，吼，咱会当伫个手机啊，会当伫个咱电脑上面吼看到。咱物件是倒位生产的，倒一个农夫帮我们生产的，咱都爱较安心、较安全。这边有6个选项。伫都市内办活动，互消费者认捌什么是生产履历。食饭桌顶的食材是对倒来的，经过倒一个农民的手种出来的。对产地到食饭桌顶的一切，拢公开透明。物件是则好，但是。经过科学研究有则好的物件，但是来源是啥？这就是我上担心的所在，因为我阁是食安委员会的委员，所以我感觉讲安全很重要。第一个，现在的米，当然咱去菜市啊去买，还是去迄个市面上买，都爱买包装米，因为包装米上面有给你写，有给你写甲足清楚的嘛吼，包括营养成分，包括伊是毋是有这个生产履历啦？什么叫生产履历？就是咱的身份证啦。吼，伊会甲你讲你是伫当时种啦，啊有啥农药有啊，检测有啥物无吼。毋那干那做一个生产稻米的人，伊嘛是推广米饭、食食文化的人。对芦水溪出发，推测到社会的每一角是搁较远的所在，伊也咧拍拼，也咧实践理想的半中途。咱的米安尼烘出来啊，伊的糖度足清香的。OK。啊个米。可以有那一个胶质感很重，它那个弹牙 ，OK， 吃起来会甜，会甜吼。安尼食饭免配菜，拢会使食2碗。哇，有影咱头拄讲到吼，成本爱下较重本的啦吼。咱头拄讲到，这个机械内底也好啦吼，也是讲咱要传达这个理念，咱讲吼，这个普罗的这个米。要含日本的这个外公米来做同级的啦吼，所以你真正3亿都甲开落去啊。是，因为咱有好的山区、好的产区，是。其实我苗栗山湾甲丽水有相似的所在，哦，拢是伫山骹、溪边的产，是。啊，搁伫上游，啊，搁上重要的是台湾有33国家黄金区。对，是。山湾迄边是伫西头山黄金区，是。啊，丽水这边是八卦山黄金区，是。这是上好的所在，就是有山有水啦吼，真正的就是讲咱米吼上生长上好的这个所在。上好的所在就是爱伫水源宏伟所在。是。啊，头甲你问啦吼，这2个所在你较介意倒一个？因为这阵子水嘛变你的这个第2个故乡啊吼，硬要叫你选嘞。丽水的条件，伊。稻米来讲是较好的所在。哦，你讲它都土壤啥？对，土壤，伊的灌溉的水是，这是上天然，上真的对作物生长是最好的。是。但是这个故乡也是咱讲苗栗3万家啦吼，因为这是你过去成长的这个部分。但是咱讲吼，甲这个精神，咱头拄讲到，第2水遮继续发展啦。啊，头拄咱嘛讲到吼，伫咧投入成本3亿了后，其实咱头拄影片内底嘛看到。你连吼这个米啊，吼米器上的这个器材，你嘛甲投资入去，这为什么遐尔重要？因为
米的品质饭好食无，应该是第一点是品种，第二点是栽培的过程。栽培的过程那拢管理有好，是有到位，有用心，安尼米80%的品质，这饭好食无，80%伫产地拢决定啦。哦，啊，咱工厂3个功能是第一就是较早人稻啊收起来，爱伫埕，爱拍稻啊。是。啊，即马唔免啦，拍漆啦。啊，即马就是用机台。是。砍手。咱砍手的燃料是用漆的卡。哦。来做燃料燃烧。是。间接取它的一个热能。差不多。我们48度是吗？48度。OK， 为什么这个温度这么关键？要48度。对，咱是用低温调制，是烘干，是。因为这安尼的做法是要保持这米的，它的一个好的一个品质。我们讲的保持它在田里面好的那一个品质。哦，就是它的风味挂起来了，就是差不多迄个品质，我都要甲维持掉。哇，所以这就是咱讲。投入成本啊，3亿的这个关键点啦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尔吼，是。因为咱的米安尼烘出来啊，伊的糖度足清芳的。OK。个米可以有那一个胶质感很重。它那个弹牙。OK。食起来会甜。会甜吼。对。安尼食饭免配菜，拢会使食2碗。拢会使食2碗啦吼。敢若食米吼，就会当吼真正幸福；食饭就会当感觉到一个快乐的这感觉。咱头拄仔讲到吼，开3亿落去啦吼，就是吼这个品质来顾好调。48度就是伊拄好挂起来迄种，咱讲吼米的这个80度啦吼。啊，真正咱讲到，其实除了吼这个3亿开入去，这是咱讲这个机械上的这个成本你来开。啊，其实你嘛阁去读一个硕士的代生团所啦吼。其实这嘛是互你伫咧农业推广也好。也是讲农业的这个技术，也是讲吼想法，有搁较咱讲吼开展的所在，敢有？有，这真重要。因为咱台湾的农业真正伫政府的辅导之下，真正栽培技术大家拢是真好的，拢铺路啦吼。啊，就是伫销的部分，真正有较无较简单。推销推广出去吼，尤其咱来讲一个数字，互观众朋友听。咱讲吼，这是我偷偷看你的这个论文吼，你的这个论文有写到，咱讲吼过去台湾食米真正是这个米仓的国家啦吼。迄当阵90年代咱食米是60多公斤哦，65然后以上啦吼。即阵2018年剩这个45.6，上新的咧。上新的应该44、43，因为愈来愈落啦吼。去年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食饭的习惯拢有改变。OK。对，这真正，因为即马大家拢食无用啦，拢爱方便，是，就好啊。尤其咱的这个食食搁细化，所以咱讲米爱甲其他的这个咱讲物件来去做一寡这个竞争啦吼。所以你有啥物想法？尤其咱头拄讲的遐尔这个咱讲可怕的这个数字啦吼，你安怎看咧？因为这爱大家一起去结合啦，就是咱农业。是。我这边负责的是饭的部分，米的部分，应该要搭配四季哦，啊，搁24节气是，会有无同的蔬菜水果，我们怎么结合起来？就是你讲食米食饭嘛，爱菜来夹呢啦吼，是，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这个真无简单的，咱干那好这个种米的这个部分，咱是这个用心计较，就去甲米种出来，啊，拄着。吼，即阵咱讲咱的台湾人食米的这个习惯又搁较歹去啊，所以咱讲其他的这个菜色嘛来教啦吼，佮搭配着这24的这个这块，啊，佮有一个问题都爱搁来请教。咱头拄也讲着吼，这个万行拢爱搭配好势，有当时啊吼，这个天都无照天理来去行吼。今年特别，尤其咱讲吼，前半年的时阵欠水，啊，讲下半年的时阵雨水有够的够。你头拄啊迄套这个节气，有当时嘛是会变化。啊，咱讲吼，迄个煤气上物件，敢会使甲你斗相共一个？会使。咱产区内底有装一组微气象站。是。伊的目的就是爱了解逐工的日头有偌美。时间晒的时间有偌长。是。啊，搁今仔日的温度、湿度，啊，搁今仔日的风量。
活强，是，这当然累积，因为作物尤其是水稻，伊有一个累积日照时数，累积积温的那一个时数，是，这会使互人判断吼，就是较早，年纪较大的，较有日本精神的农民，是，伊拢会使逐工安尼伊拢藏伫心内，逐工伊存残，是，伊就会藏伫心内，啊个油啊会变化，心中会变化，是，啊即马的人。代志较济，我都记较济。是，所以讲爱靠这个仪器来累积，然后我们还有摄影机，来拍它的成长过程，是，然后再跟数据做判断，然后我们要去把这个我们讲的前人的智慧爱给传承落去，啊个土壤内底还有氮磷钾，还有 pH 值，是，还有温度、湿度的侦测，这个整个综合起来，我们要去知道它成长的环境在哪个环节，要怎么要按它做调整，是，当时要肥料，当时要当时要饮水，当时要拍残，是，其实拢是透过这个仪器上的这个机械，然后辅助啦，我们讲的辅助安尼，科学前人的智慧加上现在科学仪器累积数据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决策判断。OK， 爱互伊维持好的一个行动的环境。是啊，但是咱头拄也讲到，好利家在今年雨水下半年较高，啊顶半年的时阵可旱啦吼。啊，好利家在咱头拄也讲到，二水遮就是较无欠水，北部圳吼水源头就伫遮啦吼，真正。迄当阵经好着所在是真正介重要吼。啊，咱嘛讲到吼，为什么咱讲到去学校内底去学到这个行销推广？因为咱头拄也除了讲，咱食米的这个习惯已经改变真济，吼，咱嘛爱介绍讲推销这个部分，尤其咱讲吼产销履历的这个部分尤其重要吼。咱吼这个都市人吼，看到讲哇，这个米就是来自某一个产区，某一个产区就是代表品质，啊嘛鼓励人去食米。嘛是一种行销的方式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因为即摆人较讲究，就是爱知影伊食的物件是倒位来的。是啊，这才会放心。所以咱伫咱的三小班内底，是，拢有做产销履历。产销履历就是倒一区田，伊是当时布稻啊，当时用肥 ，OK， 当时有做病虫害防治。当时采收是，当时咧看守，啊个放的所在是用几度的温度冷藏，啊我当时加工是，拢清清楚楚记录起来。有影，啊爱甲食米的人，食饭的人是交代，就是讲这是安那来的，爱互伊放心，因为咱安尼做，就是爱提升我们讲的农业安全，然后食安是。啊个这米会使做甲日本米同款好食，就是爱希望大家来多支持台湾的农业，有影，对，是，因为进口的较碳足迹较侪啊。哦，有影啦吼，你若要贪俗吼，拢是食到迄个化学的这个吼药剂来去做出来啦，较侪啦吼。啊，咱真正虽然咱有用，但是咱讲吼对土地上界无影响的这部分啊，咱嘛知影这个吼要去做一个全国这个无患农民，其实是介无简单，来求啊真济吼，这个资源也好啦吼，啊甚至甲咱过去学到的吼，伫咧咱哦传统啊，这个爸爸阿公这代啊结合着这个新的这个思维，继续甲咱的米传落去。咱讲吼，5万每年吼，这个起落数吼，莫互降低啦吼，这是咱的大目标。咱讲到吼，食食真正非常重啊吼，咱讲食食的教育嘛是非常重啊吼。咱讲这个董事长吼，真正行入去校园内底，状况是安怎？先做来看。咱的遮吼有一个较出名的溪，叫做罗水溪。啊，这个罗水溪吼，其实是水源头，所以伊这溪水吼，甲这冲落来这营养分吼，足营养的。啊，咱遮的这特产吼，有咱的苦瓜，啊，甲有咱的米，哦，搁足侪农产品，品质拢足好的。伫二水国中的多功能教室内底，一群学生囡仔认真地听台顶的老师讲课。今仔日上的是农教育。哦，莫洗伤侪届，差不多脱一届、2届水以后，
就掺4杯的水落去，因为我今仔日有4杯的米，就会当摕来去煮饭啊。行出米厂推广米的文化，看囡仔要细汉，要互因知影食饭配菜的好处。即马社会食的拢足方便的，大家拢袂记啊，爱食饭配菜。这是对咱身体，咱讲咱食入去的物件是健康的，咱的身体嘛会健康。上主要目的伫遮。樱花虾一碗放落去，拌均匀。哦，像一般在家里面，安尼就是一项菜啊。所以这项菜吼，伊会当搁去做樱花虾米糕，嘛会当摕来做饭丸，也是讲直接安尼就会当摕来插，就是掺饭来一起食。啊，所以有纤维质，也有很多的钙质，所以呢是很健康的一道菜。因为梨水这么水，伫咧推销的时阵，唔是干咧销价竞争，所以讲同一步的要去爱护家己的土地。所以阮一直咧想讲，会当用什么方式，互囡仔爱护家己的土地，而且个用推销家己厝内底好的物件，物件卖会出去，钱才会入来。啊，阮的人口才会愈来愈侪，所以拄啊好。阮梨水内底有一个厂家，他们因的产品就是就重视这环境。那这样子的概念，其实跟阮学校的这个想法是同款的。饭的时候呢，我先把一样米饲百样人，除了讲社会上啥物款人拢有，嘛会使变巧形容米饭，嘛会使做出侪款料理。虽讲林调营毋是煮食专家，也毋过又找专业的总铺师来开发米饭的料理。用在地食材做出台湾味，米丸啊，也就是饭丸，就是头一步。啊，刷来咧，咱甲这饭先甲铺起哩，走去边啊袂要紧，你直接安尼放起就好啊。啊，慢慢啊去掠这个色，啊，愈掠的时阵吼，你爱甲空气对遮激倒出来，啊，一边洗一边扭，啊，就做饭丸的形。学生囡仔把米饭放伫手心，发挥创意，做出无共形。这是农教育课，学生囡仔毋但学着安怎做饭丸，嘛学会晓用米做基础，结合别款食材，做出更较侪好食米，创造稻米更较大的价值。而且我们刻意是要结合阮梨水在地遮的物产，譬如讲梨水上好的落水米。以及阮梨水上好的这白玉苦瓜，啊个胭脂桥、麻子桥，也是讲阮遮嘛有真好的珍珠芭乐吼，等等遮上好的物产，互囡仔会当了解讲，处理遮的物件，原来拢是宝贝，嘿，经由他们的巧手，而且甚至讲安怎包装吼，或者是说经由这个友善耕种遮的方法，会当互因处理的产品，变做。伫咧市场上更较有竞争力，我感觉这是学校教育想要做的代志。梨水钙水食好米。调基世家食为天，阳光出自日过星啦。有影咱头拄仔讲到吼，你住这个代代吼生团所家，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后园的环境。你即阵搁甲这个后园吼，咱讲吼向下来去延伸落去。头拄仔咱影片内底看到是国中、二水国中，为什么你讲吼这个食农的教育一定要到后园内底咧？因为咱饮食习惯真重要，一定要伫学生的时代就要培养起来。啊，个即马大家拢较无闲 ，OK， 所以讲伫学校拢爱开始来培养伊对食物的食材，啊个习惯的培养是，所以咱就，因为我们从头前的农民的基础迄边就已经甲这米种甲真好啊 ，OK， 啊就是爱安那推广，把这个好的健康的饮食习惯来建立起来。有影，头拄看这影片内底，因的米拢吼，这个饭拢食了了呢，佫无够安尼吼。这是真正有一点出乎预料啦。因为我想讲，我煮遐济点的饭，应该食袂完，因为
我就是希望大家来食饭。是。结果无够食。无够食。我就想讲真纳闷啊，校长嘛甲我讲，无饭啊呢。无饭啊呢。我想讲应该有够啊。是。伊讲唔知咧，伊伫学校拢无食啊济，乃来因家食啊济，食啊济饭。安尼看起来吼，是恁的这个米真正介无共吼。一般人看到这个米啊，佫是饭吼，啊去到恁遐，恁佫有无共款的这个吼做法。因为上主要是咱这边的饭啊，食起来真正甲日本的米差不多。是。伊入口安尼薄，伊会有胶质感。是。啊，愈薄愈香，愈薄愈低。是。安尼小朋友都真爱啦。拢真爱啦吼，所以咱看到讲吼，伫咧二水国中遮，佫有另外一个画面吼，咱看到这个老师，佫教因用这个咱讲吼，这个黑米啦吼，这樱花虾吼，当本呢，所以要互因感觉到讲，这个台湾的米的料理吼，唔单是这个饭尔，唔是单一碗白饭吼，啊浇一下肉臊，浇一下卤肉呢，咱讲料理的这个做法足侪种的吼，你的想法内底，米料理为虾米一定要推广咧？因为食饭配菜嘛。一定基础是饭，是，啊个其他的那个农产品，还让包含那个畜牧产品，水质养殖的产品，是，其实拢会使搭配起来。对啊，这就是从食物的认识，然后这个养成他们对天然的食物。食物养成吃食物，我们讲食物跟食品是不同的类型。食品就是加工过啦吼，原形的，是，真正是无任何的添加物。这是对咱人体有较健康。是，有影吼，原在这食物吼，亲像米吼变成饭，是。啊，咱讲吼，你搁炒一下吼，这个红菜头也好啦，等等吼，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这个物件，通好来去吼配啊，然后。真正的，咱讲吼，这个料理的这个部分是百款吼，安怎来去甲做？其实米的料理拢有百款的这个想法甲做法吼。咱嘛讲到食农教育这个计划，即阵先划停一下，咱讲爱初步观察一阵啊，尾手咱继续来去进行。第二阶段，你感觉讲推广的这个部分会当安怎个去进行？第二阶段应该是要把做成一个模组化了，然后又是天然的，是，因为大家对米的料理就是停留在电锅烹煮落安尼啊，爱精彩，搁爱炒菜，是，足高工的。咱就想讲要安怎改简化 ，OK， 然后让年轻妈妈，还是我们的婆婆妈妈，是，伊拢会感觉料理是一个真好的，有家人全家人是做回来参与啦吼，嘿，健康饮食是有影，咱讲到吼，这个健康的这个食手，为什么遐尔重要？因为咱头拄嘛讲到吼，你要去食什么拢真方便，叫来都有，但是迄掺啥，其实你拢知影迄掺啥，掺真侪无好的物件，但是有当时啊吼，你就是感觉我伫厝家己煮吼，就是介麻烦吼。但是即款的这个观念，第二步咱让观察，除了伫个校园内底吼，认识吼，咱讲入捌食物以外，其实这个家庭内底。安怎料理？吼，这是第二步，这是上重要一步。鼓励大家除了这个米饭以外，咱讲吼料理的部分嘛，好斗参与一下啦吼。尤其咱讲健康，真正是介重要这个部分。就是要改变伊的做法啦。咱这边初步的想法是应该用，日本是用寿司。哦。咱台湾应该要做一个米丸子，甲贡丸同款。哦。咱做较细粒的。是。啊，搁内底会使。糠肉、鱼肉、猪肉、鸡肉、牛肉，啊，搁即马是虾米季节？咱会使搭配虾米蔬菜水果，一丸安尼，嘿，互伊安尼多元化。哦，啊，搁方便食。是，伊食便当有时较无方便。有影。啊，搁较油腻。是，咱就是用天然的食材是来搭配。OK。即马是虾米节气，人应该要食虾米？对人的。人体的滋养是有帮助的。哦，这内底唔能讲料理尔，佫有这个美学的观念吼。你不该做一碗，佫古水安尼，亲像日本便当安尼吼。其实，就是爱创新，对米饭的一个吃饭的方式来改变，饮食的方式可以改变。是，就是唔是讲过去吼，一碗白饭啊，加是菜，吼，你会当吼透过这个咱讲
米饭丸、米丸啊，一个细的，也是讲较大粒的，拢是会使啦吼。较细脆的，较方便，较方便啦吼。男生女生啊，个小朋友拢真好啦。啊个咱较早咱讲的暗，是，其实食暗吼，就是暗糜迄个啦吼。是，对人体是真正好的。有影。其实这嘛，大家拢袂记啊。是。其实米真正是滋养咱人，咱讲的健康的基础。基础若在，咱食啥物，安那拢较有元气。较有元气吼，真正食暗糜有效呢。你若是讲吼，这个脑较无好的吼，真正早时吼，甲啉一下，你会感觉伊就是迄个甜分啊，甲闪入去，你较讲可能这个我讲话吼，受伤受济安尼啦，真正会较有一寡滋润的这个感觉伫啦吼。所以咱讲到美食啦吼，毋管你是煮糜也好，拢是有这功效伫啦吼。啊，咱头拄讲到真济这个资源啊，甲斗做伙吼，其实要投入这个食农教育嘛是无遐尔简单吼。你爱找这资源，找遐个资源，啊，甲过去你真正嘛介够行销，介够找资源吼。这有啥物撇步？应该讲大家拢有共同的信念。OK， 就是家己逐工食的食物，拢是爱食对人体好的。是。安尼才会是有意义。我们要把好的食物吃进身体里面，滋养我们自己。是。下一步我们当然是要更扩大，因为即马做的是伫在地。是。咱讲的在地爱发展的好。然后。当然，远程的目标，我们讲的是要国际化。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。是。农作物拢是真好的生长的所在。有很多元化的一个作物生长，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土壤跟气候条件。有影啦吼，所以咱看到讲，咱的这个上尾的目标，甲这个美食文化吼。走向国际吼，真正要搞这个日本的国光比，小甲拍败一个啦吼。咱讲真正佫徛起这个世界舞台，因为咱讲这个东亚地区吼，真正食米的这个国家真侪。咱讲东南亚其实嘛是食米，啊，但是因的米甲咱的米，其实咱的米真正较好食啦吼。啊，因的米吼，虽然咱讲有的是这个泰国米啊，泰国米有人就爱介意的这个芳气，其实咱的这个米吼，真正因的芳气，咱的芳气无输因啦吼。真正咱讲这个部分。咱走向国际吼，其实嘛是面角角吼，撇步啊足侪，也是讲吼行销这角度真侪。相信这董事长未来吼，一定会透过你的这个想法，咱嘛讲着吼，未来你阁有一个真要义的代志，就是讲这个食农，也是讲美食的文化，你要甲伊吼做一个咱讲会当体验的这个馆，体验的内容是啥物呢？体验的内容是爱互消费者来产地，互伊体验。是。包括认养一亩田，就是可以亲自去布稻啊，手工安尼布稻啊，是，亲手把那一株秧苗插到土里面，是，把你的叶啊烫掉，是，去接近这个土壤，有影。然后后续后续的部分，咱这边会使代管理，是，啊，佫有即马。大家手机啊，拢真方便啊！扫 QR code，伊当看到。会使看。伊的稻啊是生长甲安那。是。啊，到后壁，收获的挂稻的时阵，伊就会使来体验。咱就甲伊种的这个米，是。做后续后置的一个加工。是。然后可以分享给他的亲朋好友。有亲自参与过，他会更知道这个不容易。是。而且他可能会重新改变一下他对咱讲的家己食的食物，要安那来改变一个想法。有影啦，咱讲吼体验真正爱自吼这个产地做起啦，尤其咱讲都市人真正吼，若是吼像我住咧南投，有的人真正无经过这个田里是安怎打过这个土壤的这个感觉吼，尤其吼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若是吼一般人这挂稻了后，拢会甲这个吼稻仔草，甲伊包做草布吼，甲伊包起来。啊，咱就讲哦，亲像一个厝遐安尼，这个形状啦吼。啊，另外吼，这个田园佫有上大这个欢喜的时阵，有诶吼，咱就甲这个土角吼，甲伊弄弄诶，控油啦吼。对。其实这拢是咱农村快乐的这个基地，但是真侪都市人无安尼这个基地，这嘛是下摆会当体验的这个一块啦吼。有咧规划。有咧规划啦吼。咱伫公司头前有2甲地，有一个农场。是。即嘛。示范田也是坑里遐啦，咱讲的智慧农业，因为政府真正是足照顾咱
农业 ，OK， 农业啦吼，要互伊大发展、大爬尾啦吼。啊，咱就是爱甲后段的消费者爱回知，这是真正用足侪心力，是安尼，大家齐心协力做起来。有影，这真正无简单吼，透过众人的力量吼，尤其咱讲吼，爱透过全国模范农民的这力量吼，甲咱的这个美食文化，是讲规个农业文化吼，搁一届行向国际啦吼，真正感谢林董事长来到咱节目现场，感谢多谢。调起世界食为天，阳光出自日月星。今日台湾商界文化新台湾，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再会，感谢多谢。少年的梦，还阁剩几项？迄年伫残花的囡仔伴，有几个还伫遐？感觉咱的风吹飞悬悬，才会查某囡仔。